今天利用这个时间，我跟各位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，你又来了。在我们各地城隍庙的屋檐下，都挂着一个很大的算盘，是要人们算善恶这种账啊，他会跟你清算的。好的就是好的，恶的就是恶的，善恶是清楚的，是分明的。而庙内的横匾上面有写一句话：“你又来了。”左右2根柱子上面有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着“人恶人怕，天不怕；人善人欺，天不欺”啊！就是你虽然很凶恶，大家都怕你，但上天不怕你的。人很善良，可能别人会看不起你，欺负你，想尽办法要占你的便宜，但是天不欺，上天绝对不会欺负你的。它是平等的，是公平的。这个柱子上面又写：“天堂有路，人人不肯去呀；地狱无门，个个要进来呀。”你看，写这2副对联呢。凡是堕落到地狱受苦的众生，在业报受尽的时候，十殿阎王都会很慈悲，而且很殷勤的苦劝众生：从今以后，你出离地狱呀。你姐不要再来呀！再来准没有好事的，因为那太痛苦了，那个折磨你是承受不住的。然而众生由于愚痴迷惘、烦恼的习气放不下，所以依旧犯下了地狱的重罪。去了不久又回来了。修行人是不是要想出离苦海呢？如果你不想脱离生死苦海，何必入空门呢？入了空门，就是表示万事皆休了，全部都停止了。我们不去记恨，也不去计较，对世间也不贪求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天堂地狱可去了呢？但由于我们无名共高，不能忍辱，我们又不除这个习气，所以勤于修行善因，还是免不了造作了很多恶业啊，轮回生死。一旦我们生死不了啊，难免在地狱进进出出，所以阎王才说你又来了。各位，这个世间是很可怕，环境非常的复杂不单纯。我们人的心是善变，很容易被污染、被诱惑，所以我们很容易造罪，很容易造业。这个时候如何能够达到了生脱死，离开三界，永断烦恼？怎么做呢？佛陀苦口婆心告诉我们末法的众生，你赶紧念佛，念佛就是要靠佛，你一心的投靠这个名号阿弥陀佛，永远不舍弃你的。只要你能够真正的深信、深深的相信阿弥陀佛永远要救度你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不再堕落地狱的一条光明大道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，好好的念佛，不要再贪求这个世间有的没有的，扰乱我们清净光明的自信，扰乱了、污染了。所以我们要赶紧多多念佛，那么阿弥陀佛随时都普照，随时都在旁边要接引你。你看我们伟大的法照大师告诉我们，凡夫若得到西方，凡夫如果你念佛到了西方以后，累劫轮回最消亡，不管你多久，转世几百次、几千次、几万次，你这么长的时间轮回过程当中，你造无量的罪业，但是一旦到了西方，全部的罪化消了，而且具六神通得自在，你的身上自然而然会有六神通完全涌现，你就知道我来世间过去是怎么得罪的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后果呢？到底什么原因变成如今这种模样，你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然后到了西方，你永除老病理无常，你永远不会老，不会生病，永远不会死啊！那时候是何等逍遥，何等自在！所以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法界众生赶紧念佛，唯独只有这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做得到，这是一个对众生最明智的选择。我们不能放弃自己，不能糟蹋自己，浪费生命，应该要赶紧好好的念佛。
这样以后我们在西方成就道业，师父就深深祝福各位。我们不要在阎罗王那边呢，你又来了，我们不要再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希望各位大家好好把握、珍惜自己。阿弥陀佛。